救我！恭喜君王入得朝堂，得了一名美娇女。等等，怎么？你有异议？不是，不过一杯酒，将来要成为君王府的女主人，怎可如此小肚鸡肠？哦，皇太妃息怒，她这是担心君王的身体，怕喝酒伤身呀。小题大做，将来怎么做得了君王府的主母？哎呦，皇太妃教训的是，行。皇太妃娘娘，奴要下去准备后面的节目了，先行告退。皇祖母，元相，清流不胜酒力，不想扫了大家的兴致，先行告退了。去吧。皇祖母，孙儿今日初入相府，觉得相府的装潢十分大气，想去园中看看。好啊，去吧。太妃娘娘，请欣赏音乐。刚才吓了我一跳，贵德宝直接掉出来，幸亏我反应快啊，一把就抓住了。我怎么觉得这酒有点不对劲儿呢？晕乎的。哎，我们都喝了那个酒，我们都没事。是啊，你是不是刚刚转圈转多了？是啊，我觉得是和两位皇子都跳了舞，有点梦幻，头就晕了。你们真是。哦，那个，我想出去透口气。我陪你吧。没事，我一个人就行。那你快点回来啊，我们还得排练下一个舞。嗯，好。谁在那里鬼鬼祟祟干什么？哎，救我！跟我走。郡王殿下。哎，车夫，去郡王府。是。不行，阿姨，我要先送你回去。闭嘴！送他回郡王府。是，我是当朝四皇子，听我的。阿姨，你住哪里？你和车夫说，我让他先送你回去。那行，送我回昭王府。是。什么？昭王府？阿姨，我付钱让你住长安最好的客栈，我不要你回昭王府，我不要你见昭王。车夫，送我们去长安最好的客栈。是。这。